大家好啊！我係醫飛用家浩然啊。早幾年咧開始發現咧自己記性差咗啦，又瞓得唔好，個人咧好似有啲唔精神，反應又冇以前咁好啦。咁同埋好影響工作。之前喺新聞見到醫飛呢頂光能帽咧有呢個科研實證啦，就試下啦。戴咗一段時間咧，不知不覺瞓覺又瞓得冧咗，個人精神咗好多，而且記性仲好咗添。醫飛嘅光能帽咧係採用尖端嘅遠紅外專利技術，咁配置咗咧162粒能量燈珠，係經我哋本地知名大學科研實證，有助改善認知障礙相關嘅症狀。咁每日只需要戴20分鐘咧，就可以促進翻我哋腦部嘅血液循環啦，有助提升翻認知力、記憶力同埋專注力嘅。戴咗光能帽1年，冇再唔記得嘢，頭痛都舒緩咗好多啦。咁而家咧都一直戴緊嘅。醫飛已經連續2年榮獲頭條 No.1 能量保健品牌嘅大獎，喺上年咧更加獲得香港名牌大獎，係大家信心嘅保證。醫飛，你嘅痛症亞健康專家。